议员李克伟透过民间企业的关注，募集一批的酒精、喙暗加防腐面罩，上午分别捐赠给华山基金会、安平加南区2站，希望对防疫有所帮助。咱知影最近这段时间吼，阮疫情的一个期间吼，这各行各业都受到很大的冲击吼。像这社会上吼，阮拢有一寡吼，这个长期吼，这个关心吼，这个弱势团体吼，也是在照顾这个一些弱势的长者吼，这几个单位吼，因募款吼，相信吼也会相对的不易吼，所以这阮特别吼，今仔日吼，安尼来为这的吼，这的基金会吼，为他们加油打气吼，平常时看到因为地方吼，安尼这的长辈吼，安尼付出吼，这阮真吼都有感受到吼，也都看在眼里吼。像因这个也是都会接触到长者一些社工朋友今仔日这一个基本的一些防疫的物资像口罩啊、防护面罩还是酒精这拢会当真做因第一线安尼甲遮的长辈安尼接触阮也可以做好一个防疫的一个保护议员李克伟表示，华山基金会长期伫个地方关怀照顾独居长者。除了到宅访视、捐赠物资，现在因为防疫期间，华山基金会嘛停止室内的组织，改电话访问。有了这批防疫物资，对华山的志工帮忙真大。因为华山基金会在地一直在社区里面服务弱势长辈，目前因应那个政府第3级警戒的措施，我们是全面暂停那个常态的家庭访视，但我们还是会在报备之后去协助长辈一些特殊的需求，像他可能需要陪同就医或者是物资的协助。那我们平常也透过电话关心的方式，持续的去关怀长辈们。那我们也从中得知说，其实很多长辈他是没有经济或者是行动不方便，他没办法去获得这些防疫的物资。像我们就长辈说，他可能一个口罩会用5-6天，然后重复的清洗、晒干之后再使用。那今天就是议员父子他们就知道说，得知我们有这个需求，他们就是特别捐赠了这一批的防疫的面罩跟口罩，还有酒精。那我们就可以在之后的常态的访视中，跟就是比较紧急的状态之下，先送去给比较需求的弱势长辈们。因为疫情的关系，基金会产生对弱势团体募资确实无简单。现在华山基金会还有大约4.5个缺口。希望社会大众会用个发挥爱心，帮助弱势团体度过这波的疫情。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